在國際上，台灣依然受到中國的打壓甲霸凌。這台灣是連續10年無受到邀請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咯。雖然今年有一個友邦提案要讓台灣用觀察員身份參與，不過中國是一直阻擋提案攏予否決。友邦依然是繼續替台灣講話，親像是帛琉貝里斯等國家就講，這年代第2500號決議，互人亂解說。後面也講呢，這一種原則不是國際共識，符合組織規定或者是慣例之下，愛讓台灣參與國際體系。Taiwan should be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Health Assembly as an observer and to meaningfully join in the meetings, mechanisms and activities of the WHO. 咱友邦巴拉圭伫世衛大會 WHA 閣再替台灣出聲，呼籲愛護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，主要是因為台灣已經連續10年無被邀請參加世衛大會。巴拉圭強調，台灣被排除佇世衛組織加世衛大會以外，已經佇全世界衛生預防加應變體系形成缺口。友邦帛琉貝里斯等國講，年代2500號決議被曲解。Any attempt to invoke these resolutions to block Taiwan's participation is a deliberate distortion and mis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. 貝里斯強調，排除台灣等於是減弱應對共同衛生挑戰的能力。除了梵蒂岡是世衛觀察員身份，其他11個友邦攏替台灣出聲。另外包括德國、日本、澳洲、法國、英國加歐盟這掛理念同款的國家，也攏替台灣講話。超過50國嘅行政或者是立法部門，攏支持台灣參加 WHA 加國際組織。歐盟他清楚明白地說到，一中原則並非國際共識。並不是像北京所說，它是國際共識，所以說大家都應該要遵循一中原則，然後讓我們台灣沒有辦法說去參與國際的組織。學者講，就算有11個邦交國家提案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加，英國佇中國加巴基斯坦做伙反對 WHA 依然否決提案，強調北京以一中原則阻擋台灣參加世衛大會，已經違反世衛組織未繞高任何一個人的宗旨，才會引起世界各國一直替台灣出聲。記者綜合報道。